作為龍運巴士車長，我時刻謹記安全駕駛同保持禮貌係對乘客最大嘅服務承諾。特別我哋好多乘客係遊客，要令佢哋對香港留低最好印象。多謝運輸署頒呢個獎俾我會繼續用心服務每位乘客。近年多咗老友記搭巴士，我哋亦接受咗進修課程，去體驗長者上落巴士時遇到嘅困難。我同其他車長會更加留意老友記上落車，俾多一點耐心，保障大家安全。多謝公司提名，亦多謝運輸署頒呢個獎俾我。作為駕駛訓練導師，我除咗向每位準車長傳授駕駛技術，最重要嘅係灌輸安全駕駛嘅核心價值觀，克己守法，禮讓他人，一定可以達至巴士零意外，大眾市民愛。最後多謝公司嘅提名，亦都好多謝運輸署頒發呢個獎項俾我。我非常高興獲得呢個獎項。作為車務督察，我會時刻確保每位車長擁有一個安全嘅工作環境，以及每位乘客能夠獲得安全嘅乘車體驗。多謝運輸署頒獎俾我會繼續秉承公司嘅安全文化，關懷同事，服務乘客。九巴工程師團隊致力確保巴士基建運作暢順，為乘客提供最安全可靠嘅服務。今次團隊研發嘅預測性維護系統，能夠實時監察行駛中巴士主要零部件嘅狀態，收集同埋分析大量相關運作嘅數據。透過呢啲數據，我哋就可以掌握巴士發生故障前嘅先兆，制定最有效嘅監察方案，適時檢查或者更換有關零部件，大大減低巴士行駛期間嘅故障機會，以確保服務安全可靠。我哋好高興今次團隊嘅努力成果得到公司廣泛嘅應用，亦得到運輸署嘅肯定。